国际狮子会300迪湾区伫安平东东宴会市场举办岁末联欢例会，举办邀请到800个乐色户来斗阵食尾鸡，也发送每一户3000块红包以及民生物资。我们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小朋友、低收入的小朋友以及我们长者，希望他们在过年前能够得到我们真正服务他们的，收到我们的温馨与温暖。希望社会的一些企业界能够在这一个岁末寒冬的时间，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个爱心。台南市社会局长卢宇聪也特别代表市长来到现场致敬感谢状。除了感谢狮子会的善心，也希望会当甲社会局斗阵公私协力，让乐色户得到更较侪的帮助。那狮子会这一次呢，也弱势居民的一个基础上哦，也落实在我们的社区哦。那也捐赠了我们80户，还有呢一些物资今天一起来供餐哦。那我代表呢我们市长跟社会局呢来感谢我们狮子会对我们弱势居民的一个关怀。趁着过年举办这款的活动，实在是相当温馨。主席柯淑美表示，希望活动会当继续办落去，让社会会当更加温暖。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